2005年1月，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里，一位身穿盛装的苗族姑娘出现在舞台之上，一首苗岭飞歌使她成为了全场的焦点。她就是来自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的阿幼朵。苗岭飞歌一张嘴的时候，哎呦，底下静悄悄的。我几分钟的歌唱完了以后，底下是一直鸦雀无声的在听。我当时我特别的害怕，我觉得我唱错了。其实他们就觉得，哎呀，这声音从来没听过，这声音非常好听。一唱完了以后，全场起立给我鼓了五分钟的掌。所以我觉得这种，当时我就觉得，哎呀，太为了，就是我觉得特别兴奋，特别高兴。阿幼朵从小就着迷于苗歌，小小的年纪已经是当地很有名气的苗歌手了。苗家人爱唱歌，阿幼朵的家乡黄平县古陇镇的大寨村，就是一个处处飘满苗歌的寨子。这里的人们个个都有一副好嗓子。阿幼朵说，虽然现在工作繁忙，但是只要一有时间，她就会回到黄平的家中，因为他喜欢在大山里唱歌的那种酣畅淋漓的感觉。苗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，苗族的民歌有着浓厚的民族特色。在贵州的黔东南州，苗族民歌有许多种，大致可以分为飞歌、游方歌、仪式歌等等。另外还有一种歌在苗族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，那就是苗族的古歌。阿幼朵的母亲龙通珍老人就是苗族古歌的传承人之一。在过去，苗族人都会以会唱古歌为荣，而歌诗在苗族群众中享有很高的荣誉。妈妈年轻的时候是我们村的，也算是歌诗之一吧。所以现在妈妈是咱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歌传承人，所以在妈妈的熏陶下呢，从小就特别爱唱歌。如今，阿幼朵的妈妈虽然已经75岁高龄，但是老人对传唱古歌的热情却一点儿也没有减少过。阿幼朵说，在寨子里，妈妈有很多的小歌手，而她也是其中之一。观看吊打了，一条东坡几道歌打错，我一丢水干，我丢水干，阿豆豆水去，阿豆豆水去，因为把这熊一个好哎，你们这要好了，苗族古歌大都是五言体结构，押苗韵，一般采用问答的形式对唱。2006年，苗族古歌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虽然称之为歌，但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，苗族古歌却没有列在民间音乐类别中，而是被划分为民间文学。这是因为苗族没有文字，千百年来，苗家人都是用歌声去记录自己民族的历史。
在传唱的古歌里，人们大量地运用了排比、比喻、拟人等修辞的手法，生动详实地记录了苗族先人从开天辟地到万物生长，从祖先迁徙到现代生活的各种习俗。确切地说，古歌应该是一部记录苗族历史的口头著作。就是古歌的意思。这就是古歌了啊，古歌里面最古老的歌。苗族人的生活离不开古歌，他们随时随地都在唱歌。不管是古社祭、婚丧嫁娶，还是亲友聚会，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对唱古歌。其中，苗家人过年时的酒席上是演唱古歌的重要场合之一。客主双方对坐，一唱一答，高兴时甚至可以唱上几天几夜。因为过年了嘛，你们也会看到我们家的过年的场面，大家一坐下来拉着长凳席，然后就对歌，然后我唱完一首，你再回不过来的话，你要喝酒。如果说我答对了以后呢，我就恭喜你，然后两个人又一起喝酒。就是苗族人就是生活当中他是离不开古歌的，所以就随时随地都在唱歌，这样。不记得民那哈，来这个里哈，来这乌来民照开，两个人把子啊，不接开，不是开的快，不这个没。德国的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，史诗就是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。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这样绝对原始的书，来表现全民族的原始精神。苗族古歌就是这样的史诗。但是古歌虽然在苗岭深山代代相传了几千年，却一直不为世人所知。如今能演唱整部古歌的人已经寥寥无几，而传承古歌的人也大多年事已高。阿幼朵开始感觉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了起来。自从我把歌唱作为我的事业以后呢，我经常把一些古歌啊融入我的现在的一些歌曲里面，比如说比如说我的太阳鼓啊，或者最苗乡啊，我都会把一些苗歌加在一些叫什么节奏部分，或者是在那个副歌部分，我就会在很远的地方把那个飞出苗族的古歌的一些旋律在里面，慢慢的把一些苗族的古歌融进歌曲里面，让现代的年轻人们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接受苗族的古歌。
阿佑朵和他的乡亲们努力地用自己的方式传承着苗族的古歌，因为在他们的心中，平日里传唱在嘴边的不仅仅是一首首清脆悦耳、悠扬婉转的古歌，更是苗家人千百年来不曾消逝的遥远记忆。如果您有机会到贵州的苗乡旅游的话，一定要听一听这里的苗歌，特别是苗族的古歌。在这里，您可以亲身感受到苗族古歌所吟唱的独有魅力，静心聆听一下这个民族最深处的心灵记忆。